后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今年的气候反常，蜂蜜减产超过8成，南投县真侪蜂农损失惨重，尤其是这个蜂蜜，并无列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项目，讲蜂农都得要活袂落去咯。透过农会向立委来申请，争取权益。今年国内蜜的产量是真少，平均敢若剩2成左右，和蜂农是真无奈。减差不多8成。南投县农会、玻璃顶农会拢站出来替蜂农发声，来替因争取权益。因为奶枝花啦吼，啊甲迄个莲茎花吼，拢无啥开花，所以讲咱蜂农今年的收成只有1成至2成啦。虽然气候反常，何必大量减产，嘛因为认定的问题，何必无列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项目。立法委员马文君争取农业部设法来帮助蜂农渡过难关。全国的蜂农同齐团结，透过南投县农会、玻璃顶农会向立法委员马文君真正反映，除了争取将蜂蜜列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项目，希望当争取蜂农的权益和弥补损失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